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留学生在美国租屋。娃娃 TV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了解在美国这边有什么房型可以租。美国这边的房型呢，大概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私人出租的房子，另外一种呢是管理式公寓。私人出租的房子，顾名思义就是房东自己私人要出租的房子。有可能是他有一栋房子或者是房间要出租，而你看到这个租屋资讯之后呢，需要自己去找房东洽谈签约。那管理式公寓呢，就是建商在一片土地上面盖一栋或者是几栋公寓，然后交由管理公司去管理。所以基本上管理式公寓那边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里面呢有管理员专门来处理出租啊、带客人看房啊，或者是处理租客房子里面的问题，像是漏水啊、什么东西坏掉之类的。所以管理式公寓的租金呢，一般都会比私人出租的房间贵一点，毕竟它是有聘请员工在那边服务租客、处理相关业务的嘛。而且呢，管理式公寓一般呢都会有一些公共设施可以使用，像是健身房啊、游泳池之类的，所以管理式公寓的租金呢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。好，那在美国到底要怎么找到房子呢？大概呢有3种方法啦。第一种呢就是 Facebook 社团，你只要打上你的所在地加上租屋，像是旧金山租屋、洛杉矶租屋、纽约租屋，或者是你要打英文，像是 San Francisco Housing 等等之类的，就会跑出很多社团，里面呢会有房东 po 他们的租屋资讯，也会有一些人在里面找室友，你看一看觉得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联络房东看房啦。那第二种呢就是留学生论坛，一些比较大、留学生比较多的城市呢，都会有人架设留学生论坛，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租屋资讯，尤其是毕业季的时候。像我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我就是通过这种留学生论坛，在旧金山租到一间蛮便宜的房子，而且房东人还超好的。好，那第3种呢，就是美国租屋网站啦，像是 Trulia 啊、Zillow 啊，或者是 Craigslist 啦，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房子的图片或者是 3D 图可以看。像我搬去 Berkeley 的时候呢，我就是通过 Zillow 找到房子的。那我以上说的这3个方法呢，是一些比较大众的方法。那除了我以上说的这3种方法之外呢，其他还有一些学校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架设一个平台，上面呢有当地的租屋资讯，就是他们会放一些租屋网址啊，或者是收集一些管理式公寓的网址，你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直接连到那边了。当然啦，也有一些私人出租的房东会联络学校，把他们的房子资讯呢放到学校网站里面去供学生参考。那其他还可以找到租屋资讯的呢，还有学校或者是 downtown 的公布栏。有一些房东呢会把他们的租屋资讯呢放在学校或者是 downtown 的公布栏上面，看到有兴趣的人呢就可以直接联络房东啦。好，那大家要租屋的时候要记得合约要看清楚，要问问看房东有没有附家具啊、水电瓦斯、网路怎么算之类的。像我租的第一间房间呢，就是拎包入住型的，有附家具，不过水电瓦斯、网路呢就要跟其他租客平分就是了。那我其他租的房子呢，基本上就都是空屋了，水电网路呢也要自己去申请。好，那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入住的时候呢，要先检查房间或者是房子的物品是不是有损坏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应该要当场告知房东，以免退租之后呢，房东叫你赔偿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最后做一个工商哦，就是我家在北加州 Mountain View Castro 附近呢，有一间房子要出租，里面呢总共有6间房间可以分租，那边的生活机能还算是不错，门口呢就有公车站，走路呢大概5分钟左右呢就到 Castro 跟火车站了。有想要到这边读 Foothill College 或者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Silicon Valley 甚至是 Stanford 的同学有兴趣呢，都可以联络我哦。好，那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呢 ，Lisa 的会员制度呢也已经开始了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